阮今仔日要朗读的是诗篇107篇，上赞上帝先。咱今着感谢上主，因为伊至善，伊的慈爱永远存续。上主所救赎的人，伊对日手中所救赎的人，对大国、对东、对西、对南、对北，所救一个人，拢着安尼讲。因伫旷野下长的路中，找无声通徛起，因夜枵也喙干，因的心情欢喜。因伫苦难中爱求上主，伊就解救因脱离患难。伊带因